温经理，这是总裁让我拿来送给您的。温经理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多谢啊。这个项链呢，是总裁精心挑选的，全球仅此一套。那还真是有心了，百忙之中还给我挑礼物。卖了。嗯，还有我之前发给你的那些首饰包，我全都卖了。你下定决心了？8年，真的舍得？是啊，8年。再漂亮，睡8年也腻了。顾小姐年轻可爱又新鲜，也不怪季寒拿她当心肝肉啊。这温之言也是够傻的，被季寒白玩了这么多年。回头啊，季寒不要了，我去疼疼他。那小样，我可都馋了好多年了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畜生！